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4，希伯来书13章6节安尼讲，所以咱会当好大讲，主是我的帮站，我袂惊吓。人会当甲我安怎？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好大无惊吓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主宰，是创始成终的真活上帝。你的宝座设立伫天，你的权柄统管万有。主啊，你是信实不变的上帝，是阮逐时的帮站甲开力。愿敬畏你至圣的名，愿尊重你无比的荣耀，愿学了你无尽的慈爱甲怜悯，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感谢你伫风雨中悠远看顾阮，伫黑暗中悠远正做阮的光。主啊，这时阮的心容易软弱，也为着环境来挂虑。求你赦免阮的小心，也求你用信心坚固阮，因为你的恩典够也原因，所以阮就好大无惊吓，因为你的确要做阮的帮站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